日咧就有18嘅人中伏啦，一份投資就2份收益啦。咁多數都係變成雙份失望。如果有人覺得我係為咗博流量故意去抹黑呢一個產品嘅，唔緊要，只要你可以完美咁回答到我以下呢幾個問題，只要你答得有理有據嘅話，我即刻出條影片同買咗呢一班車位嘅街坊道歉。今日繼續同大家拆解市面上最新嘅樓市騙局啦，呃到人懵成成啊！真係講你都唔信，依家咁樣嘅行情，居然一日咧就有18嘅人中伏啦，尤其係港澳嘅朋友，究竟係點樣個上盤咁吸引，令咁多人搶住入手？到底係咩銷售嘅形式，又會係啲咩人群中伏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珠海房探頻道，我係阿雲。其實呢個產品大家亦都唔陌生噶啦，就係車位吓。但佢已經慢慢咁升級到 3.0 版本啦，套路仲加之豐富，優惠亦都更加之大啊！今日我哋一定要同大家逐點去拆穿佢，等大家唔好再走寶踩坑啦。可能有街坊會問，車位啫，點會變成騙局呢？其實呢個套路早有前科噶啦，最早呢就 1.0 嘅版本，就係低價買車位，高回報嘅收租。當年亦都有好多人俾幾萬蚊嘅車位，每個月穩定咁收幾大百嘅租金，年回報咧達到8厘喎，咁樣嘅噱頭吸引。但係大家細心諗下就唔對路啦，幾萬蚊嘅車位啫，地段大概率係東山、珠海邊邊角角咁樣嘅地方，周圍馬路隨便停車都得啦，邊個會專登去租你嘅車位？就算有人租啊，租金都未必夠交管理費啦，係嘛？好多人買完先發現啦，收租係假嘅，套住你嘅錢先係真吓。早年咧，亦都有唔少嘅人去食過呢個虧噶啦。後來騙局咧就升級到 2.0 嘅版本啦，又加咗個充電樁咁樣嘅噱頭，話10零萬嘅車位咧，唔單止有租金收，仲可以租俾人哋充電，一份投資就2份收益啦。咁每個月收租就1000幾蚊，年回報率嘅咧係超過10個點嘅，聽落咧真係好似好抵咁啦。但係實際問題一樣係咁多嘅，小區嘅車位本身就優先去賣俾啲業主使用嘅，外人根本咧係好難租得到，而且充電樁嘅維護、電費嘅分攤都係麻煩嘅事啦，承諾雙份嘅收益，咁到最後咧多數都係變成雙份失望啊，咁都係換湯唔換藥嘅老套路嚟噶啦。而最離譜嘅就係呢一個 3.0 嘅版本咧，珠海金某樂樓盤啦。就係典型嘅例子，咁佢哋喊出咧27萬8，兩個車位再送你一部電車一齊拎走，咁樣嘅好後，仲畫埋超大收益嘅大餅。咁兩個車位每個月保底咧就300蚊一個嘅租金，兩個咧就600蚊。咁你部電車唔揸嘅話，你可以交俾網約車公司運營，每個月保底有2500蚊分紅俾你。如果你再加裝一個充電樁嘅話，俾多7000蚊，你仲可以多一份收入，咁就係1500蚊啦。計落嚟嘅話，27萬8嘅投資，每個月穩定收租係4600蚊，年回報率嘅話超過20個點，換作邊個聽都覺得好似執到寶咁樣，所以就會一日賣咗18套啦。但係呢啲寶呢，其實係10足10嘅陷阱嚟嘅。點解咁講呢？首先價格嘅話就唔合理啦。珠海市區中信紅樹灣3期嘅產權車位先賣8萬8蚊一個，兩個打包買嘅話仲有得平喎，15萬左右咧就搞掂噶啦。咁但係呢個斗門嘅車位咧，兩個就要18萬8，咁購買落嚟呢台電車咧就9萬蚊嘅價值，平均咧就9萬4一個車位，其中咧仲有一個係使用權嘅，即係冇產權啦。同樣係珠海，點解要使咁多錢去買一個偏遠嘅斗門買半個產權車位咧？根本就唔符合市場嘅邏輯啦。其次，電車嘅運營公司承諾根本就靠唔住，佢哋話第一年嘅保底咧就2500蚊一個月，之後嘅話就3-7分成。而依家網約車嘅行業競爭究竟有幾大呢？前幾日嘅話，珠海亦都發布咗勸退大家唔好加入滴滴行業啊，司機日日接單都未必夠俾油費，甚至咧係冇咩單接嘅，公司點樣去保證到第2年、第3年係有穩定嘅收益俾到你呢？就算第一年真係有2500蚊，一年就3萬蚊啦，咁3年咧先9萬蚊，
啱啱夠台電車嘅價值。但係做網約車嘅話，3年你起碼跑幾十萬公里嘅，一台電車9萬蚊，你跑咗幾十萬公里之後，電池嘅衰退啦、零件嘅損耗啦，同買台報廢車翻嚟有咩區別啊？等於你用9萬蚊去買台電車租俾人哋公司用，佢分3年嘅話免息咁還翻俾你，到最後嘅話你得翻台報廢車，完全係蝕本生意嚟嘅。仲有個好矛盾嘅地方，車位租金同充電樁收益根本就唔可能同時到手嘅。如果車位租俾人哋停車，部車就停喺度，點樣去俾人哋充電呢？如果俾人哋充電，又點樣去租俾人哋停車啊？你600蚊嘅租金再加1500蚊嘅充電收益，咁樣嘅組合本身佢就矛盾啦。而且佢哋用嘅係慢充，你充一次電嘅話就要8個鐘到10個鐘之間嘅。邊個會喺停車場度等你8個鐘啊？定係去你屋企瞓翻晚，第二日朝早嘅時候再去攞車啊？小區業主更加唔會同意人哋日日咁日嚟充電啦，安全嘅問題、管理嘅問題咧就一大堆。之前就有呢個小區嘅業主去斗門政府投訴，新聞報道咧陣間再放俾大家睇，根本就唔係我誇大。仲有咧話成個小區1000個車位當中只有200個充電樁配額嘅，業主都會爭住去租啦，點會輪到你外人呢？就算你可以租得到啊，充電加停車嘅收益1800蚊個月都係好離譜嘅。我朋友成哥開電車嘅，一個星期咧就幾百公里，電費先100零蚊，加埋停車充電費嘅話，都唔使500蚊就搞掂啦。呢啲咁嘅1300蚊收益，究竟係喺邊度多出嚟嘅呢？根本就係憑空虛構啦。最後仲有個關鍵嘅問題啦，佢哋承諾車位嘅租金就保底2年，電車嘅收益呢就保底1年喎。但係保底方究竟係邊個呢？係樓盤嘅發展商呢？定係網約車公司呢？佢哋如果走佬嘅情況下破產，咁我哋又去邊度追翻啲數啊？連個明確嘅責任方都冇嘅，呢啲咁樣嘅承諾同白紙一張係有咩區別啊？如果有人覺得我係為咗博流量故意去抹黑呢一個產品嘅，唔緊要，只要你可以完美咁回答到我以下呢幾個問題，只要你答得有理有據嘅話，我即刻出條影片同買咗呢一班車位嘅街坊道歉。第一個就係點解斗門嘅車位比市區嘅仲要貴呢？第二個就係電車3年之後點樣保證嘅話係唔會報廢嘅？第三個，車位同充電樁點樣會同時有收益呢？擔保方究竟係邊個啊？嗱，以上嘅問題咧就問完啦。如果你哋係答唔出嘅話，就證明呢個產品根本就係騙局，大家千祈唔好再信啦。如果屏幕前嘅你仲未搞清楚以上呢幾個問題咧，聽我一句勸，呢啲所謂嘅高回報嘅車位掂都唔好掂。好啦，依家就同大家睇下相關嘅新聞報道，睇下捐方同物業係點樣講嘅。歡迎翻嚟調現場去珠海睇睇。我哋欄目接到金地格林柏樂小區業主報料，話開發商對外銷售車位，有啲車位咧仲要係搭配住新能源車充電樁嘅。有意思嘅係咧，對外宣傳呢啲充電樁係共享充電樁，可以順帶盈利嗰種啊。咁搞法咪即係商業充電樁？喂，啱唔啱規矩啊？小豬去現場睇睇。珠海斗門區金地格林柏樂小區業主話，近期小區開發商聯同物業喺佢哋唔知情嘅情況下，對外出售小區剩餘車位，售價大概20萬左右。咁而家咧，佢哋打嘅廣告咧就係咧，保證你可以有每個月4000蚊嘅收益，你就會造成我哋嗰個小區嗰個人員混雜啦，咩人都可以入嚟啦，係咪先？咁第二個咧就更加離譜，就係你係用嚟做商用嘅充電樁嘅。咁啊，等於滴滴車啊、運營車輛都可以入嚟去充電嘅，咁就人員更加混雜啦。咁我哋就完全冇小區管理可言㗎啦。業主介紹，雖然小區剩餘車位產權方係開發商珠海竹盛園房地產有限公司，但其將小區規劃內車位批量轉讓俾第三方公司進行商業化運營，後者通過多個網絡平台公開推廣，導致外來車輛隨意進出，侵害業主權益。平台上看到這裡是商業充電樁，然後緊接着在小紅書上看到了他們的一個模式，說是這個子母車位是賣10幾萬，然後再賣一個網約車給他們，
然後網約車走的時候是允許其他車進來充電的。7月11號，記者走訪小區停車場，見到周邊展示30%年回報率私家車位升級充電站、綠色能源黃金車位等宣傳資料。期間有銷售員帶住意向客戶嚟到小區車位現場介紹。檢查一下，這邊是準備對外出售這個車位，還是怎麼？沒有，我們過來了解一下，我們也是過來了解一下的。隨後，記者揾到小區金地物業了解情況，管家杜女士解釋，開發商此前確實揾到過佢哋審批充電樁安裝相關材料，但涉及車位對外銷售及運營嘅情況，開發商亦都係7月10號先至告知佢哋。做充電樁的時候，他們一直以來也沒有說是要對外就是運營，對，只是說作為展示的一個用途，所以我們物業知道的就是這些。那你們什麼時候知道他開始有對外銷售車位的情況呢？是昨天下午開會3點多的時候開會，他說他們19號，就在19號之前，他說讓我們要通知到業主要買車位的要盡快買，如果不買的話，剩餘的這些資產他們要進行一個處置。據介紹，小區共有2000多戶業主，車位按照1比1配比，目前仲剩低800幾個車位。小區開盤10餘年啦，計埋今次，小區開發商總共有3次車位對外銷售嘅情況。我們要管理，就肯定你是不能對外營運的，營運是肯定不行，因為我們是住宅小區嘛，然後像他們對於那些中介，他們做出的那些宣傳，我們是不清楚的，就我們不了解，我們也沒有不認同他們那種宣傳的那種手段。但從業主提供嘅呢份7月10號發布嘅通知可見，呢個該有物業公司落款嘅通知中有提及，業主優先購買期限結束後，車位銷售中心將帶客人進入地庫選位嘅講法。呢名工作人員無法進一步解答。記者嘗試聯繫開發商，銷售中心現場人員登記咗記者嘅聯繫方式，但至到截稿之前，暫未收到珠海竹盛源房地產有限公司嘅正式回覆。針對小區車位嘅使用同出租問題，相關法律法規有明確規定，建設單位出租此類車位車庫時，須優先出租俾本區域業主物業使用人，喺滿足本區域業主物業使用人需求後，方可出租俾區域外人員，且租賃合同期限不得超過6個月。此外，建設單位不得將車位車庫出售俾業主以外嘅單位同個人。我認為開發商喺處分車位嘅時候，應該優先滿足業主嘅需要，按照小區嘅房屋套數同埋車位數量，按照配置俾人規劃。記者從斗門區住建局了解到，開發商回覆其稱，目前小區車位正在委託第三方公司進行代為銷售，目前嘅6個車位充電樁僅作為展示使用，唔會對外營業。區住建局表示，針對此次小區加設電動車充電設施嘅情況，已安排專人同開發商進行溝通，督促其嚴格依照相關法律法規推進各項工作，將小區業主嘅充電及停車需求放喺首位，確保業主權益得到充分保障。通知中白紙黑字寫住大客揀位，嗱而家咧就話係誤解，開發商手握車位產權堅嘅，但係住宅配套資源嘅處置權必須讓渡於業主共有權益。既然住建部門已經介入啦，希望喺相關部門嘅監督之下，開發商能夠守住法律紅線同埋業主權益，避免再引發車位風波。大家聽到咧，物業居然承認充電樁係擺嚟睇嘅。仲話一切都係聽開發商嘅安排，完全係推卸責任，根本就唔可能實現所謂嘅充電樁收益啦。咁樣嘅情況下，絕對唔好買。最緊要嘅係咩呢？根據珠海經濟特區加強住宅小區嘅治理條例，小區車位必須優先滿足業主嘅需求嘅。發展商係唔可以將車位出租俾業主以外嘅單位或者個人嘅。就算業主係唔夠租俾外人嘅話，租期亦都唔可以超過6個月嘅。咁呢個樓盤公然嘅話，對外出租車位俾非業主，本身就係違規嘅啦。所以大家睇完呢條片，凡係話買車位送車、高返租、雙份收益嘅，99%都係騙局嚟噶啦。尤其係港澳嘅朋友嚇，喺唔熟悉內地嘅車位政策，最容易就成為別人嘅韭菜嚇。一定要醒目啲啦，千祈唔好俾高回報蒙蔽雙眼嚇。如果身邊有朋友睇中類似咁樣嘅筍盤嘅，一定要轉發呢條影片俾佢，叫佢哋千祈唔好衝動啊！想知道中山、珠海邊啲樓盤、邊啲產品要規避嘅，或者買樓前有任何疑問嘅，上邊會有我嘅二維碼，不妨多問兩句諮詢下我，畢竟買樓係大事嚟嘅。
對你只有好處冇壞處嘅，我會盡力咁同大家避坑。今期到呢度啦，覺得條影片有用嘅，喺評論區打返支持2個字。下期我會同大家講返公寓嘅騙局啦，乾貨仲加多，唔好錯過。拜拜。